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有一点仔晚吼，因为咱咧处理一个刑事案件，对吧？这是啥物代志发生诶？为虾米即个有钱人哦？即个有钱人伊诶豪宅，咱顶礼拜讲伊去伫地下蒙地吼，一个有钱人。蒙地也是拢用马赛克啦。嘿，蒙地啊，住了诚舒适，后来诶人搁去住安尼啊吼。啊，即阵吼讲着即个所在吼，有一个因诶客厅吼，因诶客厅有哪是安尼？嘿，客厅内面足侪马赛克，而且马赛克为虾米搁足侪啥物？拢是希腊诶神话啦。哦，行为老师拢是足悲惨诶故事啦。奇怪吼，为虾米希腊因啥物爱神吼，都爱恶作剧对无？还是讲因足侪故事拢是足凄惨诶？是毋是去变成一丛树啊？啊无就是去自杀，啊无就是啥物有诶无对无吼？跟是安尼，非常诶奇怪。所以咱看老师后壁即个吼，佫毋知影这是啥物啊吼？因为这毋知影，我若毋知，这毋是水果，嘿，毋是水果，是阮野生诶物件，啊足水。嘿，咱来看觅啊，用着，来看觅啊，有人知影老师后壁即丛叫做啥物无吼？我问 AI 讲迄是可能啊，其实毋是啦。你讲迄树叶就毋是啊。嘿，对哦，有人知影会当留言吼下来甲阮讲一下吼。好，所以咱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即个所在对无？即个是啥物奇怪的所在？其实毋是，咱已经讲足侪礼拜，塞浦路斯。因为咱咧参观差不多拢是咧看遮，逐个所在拢有啊，拢有即款考古诶物件，就伫因涂骹挖出来诶人诶厝啦，还是人诶墓啦，因诶涂骹拢是用迄个彩色诶石头咧摆，还是讲马赛克吼，因为用彩色诶石头摆起来，所以你放伫遐规千冬诶拢袂变色。是安尼。所以你看咱顶礼拜吼，伫即个拍湖即个所在。拍湖咱就讲内王诶墓，内王诶墓咱前礼拜讲了，即摆讲较南边，南边就是拍湖考古公园。今仔日要讲诶就是即个公园内底，公园内底有一寡故事咱我伫想讲希腊诶故事，我本地无爱看。我感觉无趣味，因为是黑白人黑白相诶。后来我发现讲毋知影袂使，因为咱即摆社会，咱即摆生活吼，逐个所在拢甲迄个希腊诶神话发生关系。比如讲，咱伫看永暗时看天顶诶星座、星座啦吼，什么天鹰座，还是讲什么座什么座，有无？双子座，有无？遐拢是希腊诶神话，全部拢是啦。你若捌希腊诶神话时阵，是毋是你咧看诶是着迄个知识，还是讲你诶趣味着会加甜？所以加减讲一寡希腊诶神话。是，就是讲，你看即个诚大一片，几片，几片，一间一间伊拢甲编号。第一间是啥物人诶厝？啥物？伊迄是讲什第二女手诗家，伊个是迄个神啊，得修诗家，伊个就因内底所设备诶是对一个神，拢是希腊诶神诶名。是安尼。所以你看这足侪诶名，足侪所在啦吼。所以咱知影讲，遮就是遐尼丰富诶资料伫遐，互你知影，互你看。咱经几间甲伊看一下就好啦。是，即个是即个公园其实是一个文化遗产对无？就是讲，文化遗产就是对，是袂使甲伊破坏。因为这个当看到几千来几千当来诶历史，即人类诶活动诶迄个轨迹。
尤其是保罗的时代而且讲了上清楚。所以咱伫迄个塞浦路斯，这应该算上大诶迄个户外伫外口诶。对，伫外口诶对，遮拢无起厝啦从伫外口诶博物馆。嘿啊，而且咱今仔要讲诶即个人是一个总督罗马诶总督是啥物？就是罗马帝国派来管理塞浦路斯诶上大诶官啦。上大诶官因有啥物名称拢会当，咱无啥知影，但是咱知影叫做总督。咱诶意思就是管这个所在诶上大迄个官。无怪会当大伫遮，你看即间客厅真大遐尼济人甲围咧，敢若围一半尔。对即个客厅这是个客厅这客厅好卡这逐个淡仔看，这是听讲这是行袂出来的迷宫，对吧？这是一个真有名的故事你无论去克里特、去雅典，还是去倒位，你差不多拢会看到即个图，看到即个叫做即个迷宫啦，迷宫图啦。克里特个做迄个立体的迷宫。内底有一个伊迄个红所画的，就是一个因画红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要甲即个物件是发生，即个故事发生伫克里特岛，因克里特岛的画一个人代表，顶悬迄个克里特拟人化，就是讲用迄个人代表，即个地点就是发生伫克里特岛。上下骹米诺斯是一个国王啦伊做一个迷宫迄个即个较老的人就代表迷宫本身就是安尼啦。中迄个举一支箭要射，阮即摆甲炸咧，迄就是讲牛头人身的怪物啦。后壁伊后壁迄个勇士后壁有一个查某囡仔，迄个是克里特的公主算作做爱即个勇士啦。即个勇士是安怎来即个迷宫内面，就是因为有一届克里特岛到雅典相见，雅典战输战输以后就变成爱纳贡。每当拢爱送童男童女，就是讲送个上水的查某囡仔、查甫囡仔来入来迷宫内底，互因的怪物会食人。因的怪物就是国王的囝啦，私生囝啦，伊甲谁生毋知影伊的私生子伊拢爱食人。伊需要食人，食人就甲雅典的人讲，恁着爱每一当互我7个，互我7对，是讲几个人来，互阮的怪兽通去食。有一天雅典的国的一个王子，伊就做不好过来，伊讲好，安尼我要做仁慈，就是讲我要来互食，伊就是想办法要甲即个怪物该刺杀，对，伊就真正假做祭品，要送入去迄个洞内，就迄个迷宫内面啦。要送入去前克里特岛迄个公主看到伊做缘投的，一个就一见钟情的对，就爱即个英雄。爱即个英雄，伊就互伊一个密室，讲你来入的时要甲伊教讲要哪走出来。伊迄密室入的时就放线，放入去内面。伊要出来时，当然就会当顺着迄条线出来。若无入的人，无人会当出来。所以就会当入去。入去以后伊去真正佮甲迄个怪物刣死刣死就安尼出来。即个图是咧讲即个故事。安尼厉害呢就是讲，伊即个只是一个本来是行袂出来，因为公主爱着伊，所以互伊迷失啦，一群迷失互伊一群线就对啦，互伊要入的时甲迄线
是迄个线头绑在门口，然后行入去时，偷偷甲迄个线放落去，塞入去到内面，即摆伊要出来，就当顺迄条线安尼出来，若无安尼是绝对袂当出来。真巧呢吼！这都像迄什么《哈利波特》的一集有嘛是有咧演这呢吼。一个迷宫内面做侪奇怪物件会甲人食去吼，看啥人走较贤安尼，较厉害，可以当走出来吼。伊诶，你看伊遮个鱼了诶行为吼，甲因诶道有足济，咱即个像讲过，一个鹰啊，一个鹰仔鸟，就是宙斯变诶，迄只鹰叫宙斯变诶。伊变做一只鹰啊，然后甲一个就是甲一个足缘投足水，伊足喜伊诶一个查甫囡仔王子哦，就甲伊带去天顶，后来成做宙斯诶天手诶，伊诶仆人就对了，成做伊诶仆人。佮互伊袂死啦吼，什物长生不老对吧？对，互伊袂死啊，但是伊是凡间诶人啊，并毋是什物神因为伊生得足水足缘投互宙斯爱着。特洛伊啊，特洛伊诶故事伫希腊神话足济特洛伊诶王子。伊生了伤水吼，即个宙斯嘛足奇怪吼，伊点仔爱查甫佮爱查某。宙斯爱安尼，因诶神哦，希腊诶神会当甲人结婚，阮也会当甲神结婚，因拢会当。伊会当凊彩使用权力就对啊，伊要爱安那就安那，无一个天理诶呢。所以咱讲诶宝瓶座就是咧星座对吧？就是讲天顶诶星座，其实全部啦，全部拢是希腊诶神话啦。是安尼。听讲即个是爱神，就是因佫有一个，都爱创敌人诶。对，创敌人上个正面迄个有法式迄个吼，迄个就是丘比特嘛吼。丘比特伊诶钱若写着啥，你着爱，着拢做爱迄个。用家己诶性命都无要紧的，是爱迄个啦。爱丘比特的写着即个后母，即个是后母啦吼。迄个查甫诶，迄个举一支枪迄个查甫人，迄个是因囝，毋过伊个是后母诶囝吼，后母。伊写着迄个后母从足爱迄个囝。对，咱像约瑟的故事安尼就对啊。一点仔成，即个主母吼，约瑟是。我着爱甲伊，另外爱甲拢实在无法度，着写情书互伊。即摆查甫的手有无？迄个英雄的手摕一个乌乌的，迄著是伊写的批，要甲伊表示讲，伊足爱伊吼，就是要甲伊结婚就对了。伊讲安尼袂使，伊着拒绝，伊着无爱，无爱，伊着从想办法甲伊陷害，讲伊从自杀，迄个查某的自杀，自杀讲是伊甲刣死的，甲伊冤枉就对啦。煞尾迄个查甫的原来爱互人处死，因为伊刣死即个主人。伊甲伊讲伊刣死吼，安尼真正是有真仔先约瑟，甲伊误会就对啊，怀疑互向乖吼，即个真正是厉害诶。来即个个即个都毋捌听过啊。第二你所说就是酒神啦，迄个酒神。酒神酒神咧游街吼，酒神咧游街有足侪款奇奇怪怪诶人，甲伊那游街就对足闹热的。我知，就是一个道，就是啉酒了后，看到诶物件拢是奇奇怪怪，对吧？酒醉诶人吼。拢是伫家己诶世界内面。西有那共款一间客厅，足大间客厅内底就画700度。这是马赛克还是马赛克啦？
这拢嘛赛克啦，这拢男性嘛赛克老早就无去啊。有道理诶吼，这我本来足先壁化诶吼，所以因诶古早即个艺术吼，造诣真诶厉害。这个共款哦，咱加减人脉歌戏了诶神话吼，真趣味哦。咱就水仙花诶少年叫做纳西瑟斯，纳西瑟斯哦，伊就是有那共款哦，伊爱着有那互一个付出女神诶惩罚啦。有一个女性，因为为什么要甲惩罚呢？要惩罚这个少年囡仔，因为一个回音女神，就是讲 Echo， 那个回音女神哦爱伊，伊拢无爱插伊，伊就付出女神就出来抱不平，讲人爱你遐尼惨，你拢无爱插人，讲我互你，讲要互伊。求之不得的痛苦是啥？这嘛要互伊了解，就互伊深深爱家己。这个查某囡仔足爱伊家己，伊家己去水边，伫水边看到伊个影，就足爱迄个影内底迄个人，迄个就是伊家己嘛。爱甲无法度，就毋甘离开，一直甲看。最后也无食，也无啉，就真郁卒，后来就死去啊。死以后就变做发出一张水仙花。是，足侪人吼，拢是因为，比如讲你爱一个人，迄个人无爱你，你就感觉家己无啥物价值吼，所以吼规气死死安尼对无吼？这是非常无正确诶一个爱情观啊吼。这个世界嘛是足侪人拢安尼想吼，想讲我爱你，你一定爱对我做好诶，吼。结果伊爱着家己诶影，这个有厉害。所以即个家己诶影爱一直看吼，所以无时间去找食。即张有那是往事啦，真惨死啊！阮查着有两个人哦，只有300图，虽然100图内底其实咧讲3个无共时间诶故事。安尼。你看上迄边迄个咧啉酒。倒边。倒边咧啉酒有无？迄个就是酒神。酒神甲一个仙女，感觉真爽快，踮遐啉酒。有一天，感觉伊拜访一个乡下啦。迄个乡下诶人吼，一个农夫，一个做事人，知影酒神要来，就足欢喜，就载一车迄个酒。迄皮袋用皮做诶袋要互伊缀酒，要送迄个酒神真欢喜的。你看2只牛载一个牛车，内底拢皮袋要送酒神，酒神足欢喜足感动，然后就甲伊讲好，你对我遐尼爱，就甲伊教讲要安怎制作葡萄酒，就甲伊教。迄个农夫呢，迄个做事人就真正学会晓啊。伊做成功以后，啉着哇，真正是好啉，真正好啉。伊看到路边有2个看样仔囡仔，看样诶人来，伊就讲我即个遮好诶酒要分你啉，就从分互伊2个人啉。啉了后，啉落以后，迄2个人感觉讲伊是怪，甲伊头壳戆戆，面佫会红。伊就讲哇，安尼咱2个互人下毒啦，伊要用毒甲咱偷死，所以2个人从联手甲迄个做事人刣死。迄个做事人好心要分伊食，结果煞互人刣死。即款代志像真济吼。嘿所以人毋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因为己所欲的，别人无一定会爱你爱诶物件，对无吼？有当时送人物件，佮互人嫌诶，来佮互人这毋是互嫌，这是误会哦，这是一款误会。你看，这个图内底有3个故事，3个无共时间诶点。边迄个中一个，甲正边迄2个，一个咧拍死咧做事人，有无？这个讲3个故事合做一张图。希腊诶神话甲伊诶图，其实就是安尼看诶。有时用人代表一个地点，也是讲一个年代，
有时是100度内底画几个人来叙述一个故事的足侪时间，因为较早的人足少人会晓看字啦，你用字写无好，要安怎互人知影？你着爱画图互人看，画图互人看，当然就是爱安尼画，整个遐尼长的故事画落一张图内底。是，所以这个是马赛克，非常厉害的塞浦路斯有钱人的斗阵的吼。来一个伊的图，这算保存较足好呢吼。这张图吼，这张图嘛是足悲惨的哦，拢无一张是有好结局啦，拢是无好啦。这个就是讲两个，咱简单讲啊吼，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约会一个双仔树下骹，桑树啦，双仔树下骹约会，约会迄个查某诶，迄个查某诶身高，身高诶是无拍算拄着一只狮，无狮啦吼，伊拄好食物件，食到规喙拢血。来看到迄个查某囡仔就足惊诶，就是紧米入去洞坑内面。米入去洞坑诶是伊诶一条筋仔，一条包头筋仔哦，是讲面筋仔，煞看加留伫涂骹，伊人走入去洞坑里，迄只狮来以后看到迄条筋仔，就淡仔甲夹，干嘛甲扭，扭怎用转血啦。甲迄条筋仔扭破，佮伊诶喙诶血割甲规个筋仔拢是。后来迄个查甫囡仔来来看到迄条筋仔，伊知影讲迄是因女朋友诶啊。我讲哇惨啊，安尼互狮仔食去啊，因为伊诶筋仔拢血，佮互狮甲拆甲喙，伊就知影讲安尼死啊，安尼互食去啊。所以就真艰苦心，伊就家己自杀。用刀家己自杀，就死啊，对无？即样迄个查某囡仔出来诶时阵，看到迄个查某囡仔来死去，伊就足伤心，原自杀两个总死。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什么代志，无一定是真诶，毋通黑白相，对吧？你爱去甲伊确认一摆，爱甲伊知影讲事实是安怎吼，而且毋通甲家己诶性命安尼本身笑诶吼。100度咧讲迄个故事，100度100度较有命。这是爱袂着这个厉害诶，就是伊这个有哪感官咯？丘比特的钱写着啦，这个是宙斯哦，这个连宙斯都要写着，写着伊就足爱迄个达芙妮嘛。是毋是我讲毋对，阿波罗，这个是阿波罗太阳神啦，太阳神有影足大诶啦。阿波罗甲达芙妮吼是一个酒神诶查某囝，生做足水。阿波罗足爱伊足爱伊，但是丘比特诶钱有两款，一款是盐做诶钱写着伊就足讨厌对方。然后伊迄个金诶钱写着足爱对方，伊甲两支钱写落无共人。阿波罗足爱迄个查某，迄个查某足讨厌迄个查某，安尼要安怎办？伊就甲对甲到所尾无当走啊！伊就叫因老爸因老爸是有那是神诶，因老爸就是什么海神，就讲较紧甲我变做一人树啊！因老爸就甲伊变做一张桂树。这是足有名诶故事吼，你所在拢有吼，拢有即个图。你若去维那艺术史博物馆，佫有一个用象牙吼，雕像，用象牙刻诶哦，足水诶。你看，即个是阿波罗拄对着啊，对到啊，伊先对，你看对下骹开始变树啊，伊对到啊是拄下当揽着迄张树啊尔。所以，伫圣经吼内面有一个雅歌吼，足少人知影吼，伊有讲啥物，不要惊动爱情，对无？就是讲，你茫淡仔迄落
一直要追求的对啊，你想要爱，一定爱甲伊得到，爱互伊家己情愿吼，啊无真正结局拢是无好诶吼。就是讲，迄个罗马帝国诶时阵，有钱人涂骹一定爱会用这吼，代表你有钱对吧？对，像700度，你看有若是用石头摆起来哦。700度意思就是要互人知影讲，即个人就是有社会地位诶，佮是做爱斗兽场啦。因为较早罗马毋是做有迄个斗兽诶嘛，用迄狮甲狮相拍，还是狮甲人，踮啊斗，就是做爱迄款诶。是，就是讲迄竞技活动，伊是爱迄款诶人。就是讲吼，你若看会起即种诶，拢是有钱人就对啊。所以即个地主，即个不过即个你看，迄个画了作水，迄只牛啊吼，差不多4支骹拢跳起来。你看头前骹佮起来，感觉迄个速度非常紧咧冲。迄个勇士咧摕一支枪，有若是骹尾屈啊足侪。即个力即个动感足足个。700度我感觉是马赛克内面用了上逼真诶吼，都有一个画面诶700度啦吼。所以咱着看着吼，圣经内面有讲啥物，讲着即个所在，伊到即个所在，保罗讲啥？伫圣经内底有一节话啦，讲行过通海树到帕弗，因为伊对塞拉比入来以后，伊得规个岛拢行了，行到线尾来到帕弗，拄着一个行邪术的，是做假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做巴耶稣。即个咱后礼拜后礼拜也是，咱以后再来讲即个。伊保罗是对撒拉米入来。对到拍胡了，伊就要出去啦，就要离开即个岛。所以咱后礼拜的最后一个所在，咱就离开即个岛啊吼。今仔日听足侪故事，观众朋友，你有听过几个咧？还是若有讲毋对，你会当写落来甲阮讲吼。其实拢是一个传说，有的人讲安尼，有的人讲安尼，对无？但是迄个故事差无介济啦，拢差不多安尼。咱主要是咧讲，你看到足侪名词啦吼，拢是用希腊的神来名。是哦，尤其我讲的天顶的星座啦，什么北面座啦，迄个北面座就是其实迄个是佮讲得伤长，就是有若是一个有若700度内底的故事啦。是，所以若有兴趣的人吼，会当去研究讲为虾米因要用这个故事来，其实是讲着足侪人性对无吼，足侪人所遇着的一个足侪困难吼。但是阮诚欢喜的是伫上帝内面，遮个问题吼拢有解决的哦吼。所以你若要有智慧，要得到即个无安尼遐尼凄惨的结局吼。欢迎你到咱的教会吼，附近的教会去来认捌阮的上帝吼。所以希望家己吼，观众朋友今仔有来看，甲家己起一个赞，因为咱拢是有智慧的人对吧？袂变作惨吼，拢会有智慧来解决问题吼。上帝祝福恁逐个后礼拜一 AM， 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佮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今仔日非常多谢老师，谢谢，平安。大家这边是啥物？